聲啊？你唔好唔出聲啦！我唱首歌你聽咧。小寶寶食蛋糕，飯仔啱啱熟熟味道，食個冇壞，大個冇壞，咕咕。點啊你？真係唔出聲嚇？唔出聲！你知唔知8月就嚟到啦嚇？知唔知8月有幾重要啊？人生有幾多個8月啊？OK，come on baby，come on baby， 跳手咪跳隻舞先，嚟。正所謂咧，難得一身好本領。我覺得咧，今日真係好難得，我喺度見到你。更加難得嘅係咧，8月10號到8月14號，你仲在生啊嘛。所以咧，我誠意推介你睇好氣量嘅有1力作《我愛你個頭》。係啊，佢哋會喺香港大會堂8月10到8月14號，到時我哋不見不散。喂，你都唔好諗咁多啦，如果唔係啊，真係頭都大晒㗎。